今日咧就同大家介紹下啦呢一個最新嘅 Rental Rights Act 啦，最新嘅租戶嘅權利法。咁呢一個咧其實咧係自由1988年以嚟咧英格蘭最大嘅呢個租務條例改建嚟嘅。咁無論你係業主或者你係租客咧，其實嚟緊咧都對你有一定程度嘅影響㗎。咁呢一個咧條例其實咧佢點解會突然出現啦？就係因為咧其實咧。有好多嘅業主咧，都係一直咧過去幾十年都係用一個冇理由嘅原因去驅逐追啲租客出去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個問題一直都喺呢個當地社會啦，同埋咧本地嘅一啲租客咧，其實都係一直都係批評緊㗎。咁而呢一個最新嘅條例，正正就係針對住呢一啲問題啦。咁其實咧嚟緊呢個條例咧，亦都會影響超過1100萬名嘅呢啲租客同埋業主嘅喎。個嘅租約條例咧，其實係幾時會成立啦？佢就會係由5月1號開始咧，正式去生效嘅喎。咁咧其實咧，無論你係而家呢刻啦，或者你係上年啊，或者之前啦，去簽咗一啲比較長啲嘅 contract 啦。呢個租約嘅條例咧，其實咧生效咗之後咧，係統一咧，全部都會係由呢個跟住呢個新嘅條約去行走嘅。咁所以咧，你所有嘅合同啊，或者租約啊，全部都會變做呢個滾動式嘅租約嚟行走啦。同埋咧，其實業主咧亦都會有一個責任啦，喺5月31號之前咧，去通知你哋自己嘅租客啦，咁就會去提供翻政府俾你哋嘅一個呢個最新條例嘅說明書俾你哋租客嘅喎。咁要喺5月31號之前做得到。